学谣语，要熬煮走蛋火烈，豆店欧罗的攻略标准，要胆子大，带一点那个地方的果子叫水果子回来转，就是回来。我这对住到糖安运标种，那时正好第一趟它这个葡萄熟了，要煮熟蛋火烈，豆店带点欧罗那个得崩那个地方列标什么东西到哪里去了？那个地方的水果回来转，所以我在那时对着到糖头烫安运就是葡萄 grape 葡萄，不然呢我把它写成一个规字，这就是熟。这个葡萄呢写成个规字，葡萄熟了一个绿的圆圆的，是不是像一个宝石了？是吧？我这边写成个规字，安运标准。要熬煮走蛋火烈，胆子大。这个说蛋熟，方言是这样说，他的胆子熟得很，就是他的胆子熟得很，就是胆大得很。这个就是对应这个意思，就说他的胆子熟得很，就是他胆子大得很。豆店带点欧罗那个，就是那的意思，那个得攻略标就是水果的意思，那些准就是回来。我在那时对着对应到头烫安运标种葡萄熟了，种就熟。要熬煮走蛋火烈，豆店欧罗的攻略标准，我站对住到糖安运标种。这个说是个方言词，头烫就第一烫，像这个葡萄第一次熟了，它不是结一次，它必须是这样，现在熟了，我摘了一道了，过2天又熟了，第一烫就是。这个谣语，很简单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不会，他们都是为什么让那个坏人挡住这个谣主进步的道路呢？他就是让自己毁灭自己，是你们自己害自己，是自己人害自己。他就是让你们自己害自己，别怪我啊！嗯。